些用语背下来，多辛苦啊！那如果说那人家就用到一些其他层面的一些用语，比如说政治层面的一些用语，或者是一些以前西部牛仔时代的一些用语，那你要针对那些在专门去背吗？你永远背不完的。那最好的方式，反而就是什么？就是我们前面讲过，广泛的阅读，在这广泛的过程当中，你尽量的、大量的、密集的去接触，你不为了刻意的所谓的某些生字、某些文法去念，而是为了我对这个题材有兴趣，我对这个主题觉得蛮有意思的，我去读，我去接触，然后我今天我学会了这一点东西，也不见得马上就一定能得到什么，可是呢，我只要能够继续的、不停的、密集的去接触呢，我的语言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会提升的啊。所以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要了解，要给自己要有信心，我们给自己要有时间，我们要让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提升，慢慢的让我们对人家的更熟练。好，那我们如果要有所谓的心理的准备呢，要有什么样子的心理准备来练习、来适应这种过程导向的教学呢？当然，首先就是说，我们先求熟悉，不必甚急。就跟刚刚我们讲的是那个要有耐心一样，就是说我们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，就是每一次都说这一句话我今天一定要把它弄懂，我一定要把它整个的翻译出来。你第一次接触，你对它有个印象，你第一次接触，你知道它大概在指什么，其实也就够了。毕竟不要忘记它的基本是密集的接触。第二个，我们要有的准备就是说，重点不是在对与错，而是在于我们是不是有持续的接触、持续的使用，这样子我们的学习才能持续。只要这个学习有持续的在进行，一时的对错与否，放心，它不会是永久的，它会在你尔后持续的学习过程当中，你自己自动的纠正过来的。那第三点就是语文本身不能拿来作为我们学习语言的直接目的，就是我们讲过，我们今天要读一篇文章，我们今天要写一篇什么，或者我们要发表一个什么，我们不能为了是说，我今天我读这个，我是为了要学它这中间的20个生字，2个文法的句型一道文法的道理，什么几个片语等等的，这样子的话，使得整个的学习失去了它的意义。我们反而应该是说，这个有关于运动的故事，这个有关于一个政治人的那种故事，蛮有意思的我来读看我表面上我是去读这个故事，可是在这个阅读、听，在这个吸收的过程当中，我呢不知不觉的，我对语文又更熟悉、更熟练了。所以，过程导向的教学，它要求的不是说我们今天很刻意的来记什么、来背什么，它要求就只是说，这篇故事我听了，我先从懂个大概开始，不要一次就要求就是说我把每一句都翻出来，你从大概这样的开始，然后从中间的点点滴滴，从中间的一些细微末节等等，你看你懂多少算多少，从这些地方一点一点的加起来，慢慢的懂。所以呢，读一篇文章也不要求你就是说你一次就懂了。有几个人真正在学习的阶段当中能够一次就把整篇文章读懂的，总是1次、2次、3次啊。所以我们学语文为什么不能给自己多一点的耐心，多一点的练习？好，这一讲就先介绍到这边，接下来还是一样，请我们的洪老师来教发音。各位好，欢
欢迎收看 How do you say it 这个单元。上次我们已经开始介绍了几组基本的子音，还有母音的基本音，也就是 A、E、I、O、U 这5个音。那我们把它搭配在一起的时候，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拼法。就是子音加母音加子音，后面有个一。那这时候呢，这个一虽然它是 A I O U 母音字母，但是它的作用是在延长母音，让它变成发长音的 A E I O U。好，我们看看下面这些例字就是这样子拼出来的 ：cake、eve、size、poke、cute。好，这个是我们发长音的 A E I O U 的时候，可是你发现了吗？下面这一组呢，这个一不见了，这时候我们会怎么念呢？它会念成 cat、bed、kit、cut。好，这个音怎么了？缩短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们符合刚刚的说法，就是说 E 它是延长前面 A E I O U 的母音，但是如果它不见了的时候呢，这个音就会变成中音或者短音的母音了。所以在拼法上面，我们会看到母音夹在2个子音当中，后面没有一了。那念的时候呢，我们会把 A 的这个部分念成 cat、bag，E 是念成 bed、desk，I 夹在中间是 kit、tip。O 夹在中间是 top、God，U 夹在中间是 cut、bud。好，我们分别看看它们发音的时候的一些原则。当你把母音字母一夹在2个子音当中的时候呢，它的念法会比以前我们念的这个 A 稍微短一点。把嘴巴稍微收回来一点，这时候我们就会念成 A， 像 bed、desk。好，那如果说我们中间夹的是 A 的母音字母的时候呢，它就会再更短了，像这样子，我们念的是 cat、bag。好，比较起来会发现说我嘴巴张的比较大，然后呢收的比较短。好，那我们分别把刚刚这个 A 跟刚刚前面的中音的 A 跟以前学过的 A 做一个比较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说像这个字 bait、bed、bat。好，是不是嘴巴越收越短，它的音就越来越硬啊？那当你把嘴巴往两边拉得越长的时候 ，bait 它的音就会变得比较长了。如果换成母音字母 I 夹在2个子音当中的时候，这时候我们会念成短音的 i， 譬如说像 tip、kit。那这时候要注意，我们不要念它太硬，变成 tip。OK， 好，如果换成是母音字母 O 夹在2个子音当中的时候，很简单，把嘴巴张大大的，像我们看医生的时候会看喉咙会说top、God。好，换成 U 夹在2个子音当中的时候呢，我们搭的公车叫做 bus、cup。好，这边我们介绍的就是母音字母 A E I O U 夹在2个子音当中，但是后面没有一拉它长音的时候，这种拼法的念法。好，那我们下次呢再继续介绍另外一种拼法，谢谢，再见。总结而言，过程导向的教学就是说，你如果是为了准备学校的考试，你如果是为了要通过这个考试而读英文的话，你的英文是学不好的。换个方式来讲，英文要学好，不是说你去修了什么课，你通过什么考试而学好的，而是说什么你自己在家里有没有运用你所有可能的时间去听、去读、去说、去写。这些才是真正能够帮你把语言提升的功夫所在。我们下次再见。